讲一嘴思念的茶，绘一片故乡的画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见小草，因为占着你的路真歹势，赶紧合起来让你过。爱说你，阮有气，袂使小创治，野花嘛是有志气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分享的是嘉义的顾德莎老师所带来《见小草》。所以去，咱来听顾老师为大家所做的讲解。细汉时阵，差不多伫咱的学校的操场边啊，吼，拢会看到见小草。见小草，伊就是你若甲伊叮当的时阵，伊的叶仔都会合起来。迄是一个真深色的一种植物。但是我即摆甲伊看学校，差不多拢已经用迄种PU 跑道吼，所以像即种野生的草愈来愈少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植物吼。因为伊开花的时阵水水无啥野人注意。伊上会引起阮逐个兴趣，就是你甲伊叮当的时阵，伊就合起来。你若注意甲伊看吼，伊的迄个骨顶管其实有细细的刺。你若无注意的时阵，嘛是会快插着。我用即个讲野花嘛是有志气。就是要讲我虽然毋是一个真富贵啦，还是真高贵的花，但是我嘛是有我的志气。写台语诗上主要就是希望有更较侪人会使恢复对台语的认识，因为像阮这个年岁的人，细汉时阵就互禁止袂使讲台语嘛。所以台语其实都是伫阮即代的人手里断掉的，因为咱袂使讲，所以咱嘛袂甲囡仔讲。对我尾转来家己了吼，因为你伫台北的时阵，所有环境拢是讲国语的。转来家己了，我发现也是侪人咧讲台语。既然这是一个大家生活上会讲的语言，我就希望家己会学会晓，所以我就开始学。一方面学，我嘛一方面感觉，伊有啥物方法会使搁探紧落去？除了阮讲了，是毋是搁有较侪囡仔会使讲？因为只要伊若细汉就晓讲，伊就会袂讲袂记。咱的迄个母语就会使传落来，这是我上大的愿望。因为占着你的位真歹势，赶紧合起来让你过。爱说你，阮有气，袂使小创治，野花嘛是有志气。我咧写这本诗集的时阵吼，我拢用较浅的话，就是你可能迄字看袂晓念。但是你用摇的嘛，差不多摇会出，迄是啥物？所以像我今仔阮一个朋友来看我，伊就摕迄个册起来念，我发现真厉害呢，伊念会出来。就是讲伊虽然无学，但是伊嘛念会出来。这就是一种我足感动的代志。我嘛希望后摆咱的囡仔吼，毋是干会晓一种语言，还会晓英语。咱嘛爱会晓咱家己本土的语言，包括客语，你嘛使去学因为你若加学这种语言，其实对咱的头脑的开发嘛是一种真好的代志。因为占着你的路真歹势，赶紧合起来让你过。爱说你，阮有气，袂使小创治。
野花嘛是有志气。这首诗所描写的见笑草，是我细汉的时阵足喜欢的一种草啊。我细汉住伫北部，伫咧课本顶悬读到含羞草，知影讲伊的叶仔会自动合起来，感觉足神奇的。但是伫咧北部，从来都毋捌有机会看到。一直到搬倒来南部，才发现讲，原来伫咧庄康所在，见笑草满世界拢看会到。不过，随着土地一直伫咧开发，厝一直伫咧起，毋知影空中的好朋友已经有偌久毋捌看过含羞草咯。所以去，咱的邀请食物专家涂妙仪小姐来为大家介绍见笑草、含羞草。含羞草话讲是见笑草，话讲行歹草，有人讲红阿母草。啊，主要是吼，因为你若用手去摸含羞草，啊，伊就合起来。所以人会讲，伊那像做见笑安尼吼，做害羞啦吼，讲做见笑的。啊，其实伊有啥物话，你家手家摸着，伊会合起来。这个是一个植物的特性，就是讲伊这个叶仔内底吼，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所在。啊，迄个所在吼，其实就是叶仔含这个茎内底吼，要密合的所在，伊叫做叶枕啦吼，即个枕头迄个枕，叶枕的所在。迄个所在吼，是咧储存伊的水分的所在。所以讲，你这个咱的手吼，去甲伊叮当着的时阵，对伊来讲，伊那就去电着安尼吼，伊那就有静电咧，随电着，随电着，伊这个植物就会产生这个变化嘛，伊的身体那就会变化安尼共款。伫迄个时阵吼，伊的身体有两极化，所以这个植物吼，伊的水分的流失，啊流失了后，伊那就无这个元气啊，吼，那就无元气拍落啊，所以你看起来伊的叶仔是合起来。因为伊要徛起来，这叶仔要徛起来时阵，伊要安尼张开时阵，伊是爱有这个力量，迄个力量就是水分。所以你若咱去看这个见笑草做细长的，啊，你家摸一个，这囡仔吼，做爱去摸迄个含羞草。啊，其实伊这种密合，这种叫做密合的作用吼，就是跟水分有关系。所以讲，你看这个鱼豆科，有这种鱼豆树。清代吼，有一丛鱼做出足水的。伊到暗时啊时阵，你看伊的叶仔是毋是会合起来？吼，啊，这种拢是豆科的植物，拢含这个含羞草共款，拢豆科的植物。含羞草伊原生是伫中南美洲，伊吼其实含羞草伊是小可有，咱讲这个根状的根，就是讲植物嘛，这种根，吼，这种根小可有这种毒性。所以较早吼，饲牛的人吼，足惊这个牛吼去食到这个见笑草，因为伊若去食到见笑草吼，伊这种草啊足细长点点，但是伊若去食，无中间去食到吼，这个牛的那像吼去小可有中毒共款，但是这个毒吼毋是讲足重，你会看这个牛吼，那像食郁卒安尼吼，无啥物精神吼，伊个喙齿佫安尼挖来挖去。吼，啊，佫咱像安尼要喘气喘袂过来共款，而且若食伤济时阵吼，你会感觉伊那种有啥物有点仔水肿，所以静静安尼。因为咱要伊可能要用饲料时阵，伊是喷草也是喷足侪种啊，但是啊无长伫迄见笑草的内底嘛。啊，你会看到迄个牛啊，最近是毋是较郁卒呢？啊，佫会磨喙齿呢？啊，看起来像咧喘气呢。啊，若总讲较有经验的迄个做事人就知影讲啊，伊可能无长伫去食着一寡草啊啦。因为占着你的路真歹势，赶紧合起来让你过。爱说你，阮有气，袂使小创你。野花嘛是有志气。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顾德商老师写诗，涂妙仪讲解自然文史，洪昭文以及虎城小花蕊吟诗，曾文溪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。